嘿，各位大家好啊，我是小九。那么现在有点鼻塞啊，就是因为刚才收拾好行李，然后有点过敏了。那这次阴声过后呢，可能下次更新就要等我回家，应该是元旦或者是春节吧。因为我要去读大学了嘛。那当然啦，我还是会继续更新一些影片来介绍一下我的生活之类的。那阴声的话，我是有点不好意思在那个寝室里面，就是那么多男生啊听我录这个，而且麦克风带不过去啊，所以就可能要等很久很久了。那么这次的音声呢，我就尽量的长一些，然后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吧。现在让我们进入音声的世界吧。嘿，小桃，我回家了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哇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我今天可是很开心的。什么？因为要跟你分开来，所以就不吵了，就开心死了。你在想什么啊？我怎么有这种想法啊？哎，对了，哥哥呢？刚才专门去商店里面给你买了套化妆品。喏，这个防晒的。哎，拜托你看一眼啊！什么啊？这好歹也是日本进口的，怎么叫做什么烂牌子啊？你都没看过哎。好啦，那我给你放行李箱啊。啊？我在干什么？你看看你啊，这行李箱里面怎么都是夏天的衣服啊？还有啊，这种假小子的衣服就不用带过去了吧？女孩子嘛，穿这种衣服干嘛？我知道我不该乱翻的，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带几件长袖啊？不然的话，着凉了怎么办？我再给你送啊，我这么有空的吗？好啦，那我在你衣柜里面就随便翻了2件，嗯，你就拿着穿吧。哎呀，不是随便翻你的衣柜啊，那这不是重要的事情吗？你觉得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情，我会乱翻你衣柜吗？哦，我又不是没有看到过你穿这种洛丽塔，或者是说你的内衣之类的，你的内裤都是我帮你洗的。拜托拜托，你跟别人提隐私可以，因为你是一个小仙女，在别人面前，但是你在我面前哦，你衣服、裤子、内裤、内衣都是我帮你洗的，那长什么样子我也知道哎，那你有必要跟我这么生气吗？好啦好啦，我知道要开学了，你心情不太好，是哥哥有点说重了。那这件衣服你喜不喜欢啊？不喜欢？那我要不要待会带你去买2件啊？那你又不喜欢，难道不带吗？不带的话，你肯定要着凉啊。唉，我赚钱能干嘛呀？赚钱不就是为了养你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那待会儿哥哥带你去啊，不生气好不好？小公主，好了啦。哎，哇，你这脸真的是越来越舒服了啊。嗯，那你现在肚子饿不饿啊？要不要待会儿一起出去吃啊？还是说，真假的？为什么今天想吃我的手艺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怕以后吃不到了。其实也还好啦，你下次回家就能吃到啊。啊，不过你强烈要求的话，那我就给你做一顿吧。哎，那哥哥去做饭前呢，想嘱咐你2句啊，就是在大学里面呢，虽然挺自由的，不像高中那样子啊，但是男朋友啊，能不碰就不碰，听到没有？为什么？你觉得这个年纪啊，万一被骗了怎么办啊？万一人家是渣男是海王怎么办啊？啊？什么叫做你身边的我就是？喂，你是看到过我跟多少个女的
一起聊天啊，就骂我是海王啊。爸妈的朋友介绍我认识女生，不代表我跟他们有进一步发展，好吗？我只是去应酬了一下，懂吗？应酬了一下就去见了个面就走了。对啊，然后互相留了个联系方式，还能怎么办？你觉得有合适的吗？那几个姐姐，对吗？哪个都不好看啊。啊，也对，我妹妹这么好看，看多了别人就看不上眼啊。啊，乖一点啊，以后别乱说你哥哥是海王，怎么可能嘛？真的是。好，那我先去做饭了啊。来，快去把手洗一下，我们等下开饭了啊。那，这是你的长寿面啊，还不到你生日，我知道啊。但是你生日那天不是正好在学校里面吗？那哥哥也不可能在外面就把你弄出来，咱们去过生日吧，太远了。那就在家里面把这个生日过完吧。啊，蛋糕我又买了，你等一下把眼睛闭住。先给你戴个小皇冠，好，然后3、2、1，睁眼吧。生日快乐，小傻瓜，是哥哥看着你长大第18年了。以后的日子里啊，希望你能快快乐乐的，幸幸福福的，然后永远不被渣。还有你啊，自己也不要那什么，在外面太招男生喜欢啊！啊，人家喜欢你，你也没办法。切，那外面人家也喜欢我，我怎么办呢？谁啊？切，暂时没有，位置留着，以后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许愿吧，闭上眼睛，好了吗？睡会儿。好，哎，那到时候愿望实现了，记得告诉我。哎，好了，切蛋糕吧。那，先给你切一块大的，上面有水果，来，好吃吧？那现在呢，再来个长寿面。这甜咸搭配虽然听老人说会闹肚子啊，但是其实你多吃了有一种别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你俩吃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去那个买衣服，然后我等一下就直接送你过去啊。啊，对啊，你昨天晚上肯定很晚睡啊。我都听到了，你跟你小姐妹嘀嘀咕咕到个3、4点钟，哎，我都懒得说你了。那反正等一下呢，要是你在车上困了的话，就自己睡，但是不要睡太死啊，不然的话头会痛的，听到没有？啊，那怎么样？可以，那我们现在去买衣服吧。哎，你觉得这套衣服怎么样？啊，太土了，哪里土了？那这件呢？肉太多？我觉得也还好啊。什么叫做我就是个老色胚？哇，你这话说的，感觉我太失败了。好了，那你自己选吧，选好之后给我看看。哎，不过我说啊，
你那种假小子的衣服，或者是说那种 cosplay 已经很多了，这种店里面不许给我去。然后我觉得这家店就不错，你最好在这家店里选，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去别家。但是我说那2个不许选啊！你说什么？这件？这件衣服怎么说啊？也还好吧，就是感觉有点太成熟了。我觉得你应该再清纯一点的衣服会比较好。职场女性哈，你是学生呢？你放心啊，以后等你职场了，我会给你买职场女生的衣服。但是现在是学生的话，还是穿的稍微青春一点，对不对？这倒不错啊，白色上衣下面那种阔腿裤一样的，还可以啊。我觉得你可以把帽子摘下来。哎呀，光天化日的，你是个衣服吗？你把帽子戴着干嘛？装饰啊？这种衣服能用帽子装饰吗？快脱下来！对了嘛，黑长直配上这么一件，哇，太棒了！你要是觉得不满意，我就再给你去那个什么给你去那个眼镜店里面配一双。那什么，不是一双，是那什么一个镜框，对，圆圆的，那种镜框就好看很多了。你再戴上，哇，活脱脱一个乖乖女加上一个性感辣妹。怎么又是我老色胚啊？喂，我给你精心打扮，你说我老色胚，这是不太好啊。哼，喂，你等一下。老板娘，这件衣服多少钱啊？这样子是吧？刷卡吧。行。你知不知道啊？刚才这些衣服买了一下，咱们好像3-4千了。喂，你不要再多买了，你再多买，我可能这个月可能要吃西北风了。那个，话说，你是什么专业啊？你没跟我说过啊。你只是说你被那个大学录取了，但是专业好像没跟我说啊。这样子啊，那你们那个班女生应该挺少的吧？都是女生，真假的？那还不错啊，男生少一点是吧？粥少菜多的，可能挑不到你了，你就可以单身了。什么？我当然希望你单身了。你单身我也不用那么拘束。你知道我之前看抖音吗？就是他哥哥和妹妹在说话，突然她男朋友过来了，突然给了哥哥一拳，然后就说：“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跟我女朋友在一起？”我可不想白白被挨一拳啊！虽然能解释得清楚，他也会道歉的，我可不想被挨那么一拳，听到没有？所以你还是别谈恋爱啊。哎呀，你跟我一样都单身多好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我没本事啊？我没本事能把你养这么大，能把你，对吧？养得这么漂亮，这么膘肥体质。呸！要这样说的话，你就是猪了。你好像也是只小猪啊，天天吃，吃的真的是太多了。刚才那个蛋糕我好像就动了1块啊，然后剩下都是你吃掉的。是什么不易显胖体质是吧？瞧把你给能耐的！我跟你说，你就算不胖，你之后你在寝室里面再吃甜的，我就祝你牙齿上都是蛀牙。什么？到时候还是我花钱给你去吃？我真服了你了，姐姐，咱们能……我知道我辈分乱了，怎么叫姐姐怎么了？叫你是姐姐，你以后不要干这种事情了。不可能！生气了，你哄我。喂，你等我一下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哥哥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外面有坏人？你要是在外面逛街的时候，一个人要注意安全，
那哥哥在你们旁边，你为什么走的时候就不拉一下哥哥呢？是我叫你哄我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那男生有脾气的时候啊，难道不应该哄我吗？哈，我又不是你男朋友，你男朋友的话，他生气你不理他可以，那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也生气不理我啊？真的是想来偷白眼了，受不了了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哥哥不想见到你了。好啦，别这种样子撒娇嘛，真的是，我又不会真的不要你的。好了，瞪大了眼睛干什么？不过你家傻乎乎挺可爱的。什么叫我才傻？喂，这样跟哥哥说话的吗？真的是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上车去学校吧。反正你还有要逛的吗？还吃？你再吃，等下晚饭都不用吃了。快上车吧。你在车上坐一下。啊？你不是刚才说你想吃吗？那我现在给你去买啊。但是你在车上坐着就好了。如果有人靠近这辆车的话，你就打电话给我吧。千万不要自己开门啊！万一是个坏人把你抓走了，我可没办法。好，那你坐着吧。不要睡觉，万一在车上睡着了，会被闷坏的。听到没有？答应我了，拉勾勾。不幼稚，快点拉勾勾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好了，那我去了。那你的关东煮拿到了。这样够了吧？我都给你拿了一串，然后你最喜欢吃的那个什么东西啊？贡丸嘛，我给你拿了2串呢，多吃点。好，那我开车了啊。喂，你不要把汤洒在我车上啊！我等下还要自己去弄干净之类的，很烦呐。你不要故意嘛，这滴一滴下去，我等一下还要清洁过，你懂吗？体谅一下我，知道没有？傻乎乎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到了学校之后呢，你就安心的学习，知道吗？然后打工什么的话，尽力而为就可以。不要求你打太多，也不要求你怎样的，至少把自己养活就行了。哥哥呢，也时常会给你寄生活费过来的啊。傻丫头，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离你这么远，说真的，其实我挺舍不得你的，但是没办法，你要自己加油了。好了，也不跟你说这么多了吧，说多了你可能要嫌我烦了。跟寝室里人尽量打好关系啊，打不好关系的话，表面上就笑笑，别让他们针对你，被孤立的感觉不好的。真的没办法了，就自己想办法换个寝室，听到没有？绝对不要跟他们起任何冲突。真的，如果他们先欺负你的话，就动手吧。哥哥在这里。好了，不说太多了，吃完就睡一会儿吧。喂，汤汁。算了，那我就听我歌哦。那你一定要睡一会儿啊。好。
好啦，小丫头，到了。喂，该起床了。哦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突然抱住我的。好啦，乖啦，乖啦。你怎么啊？突然之间这样子啊？马上就要离开哥哥了，有点舍不得。喂，是有点舍不得，还是有很多舍不得？很多吗？我也是啊，但是没办法的，你要去上学的，听到没有？怎么可以一直拉着哥哥不放手啊？哎呀，不要哭鼻子，不要哭鼻子！哎呀，这眼睛都红了，跟你说，来擦一擦。嗯，哎，要不要尝尝你的眼泪啊？很咸呐、傻瓜！哎，怎么啦？之前不都是很讨厌哥哥的吗？还说哥哥是老色胚啊？开玩笑啊！好啦，我知道的，我小丫头最喜欢我了，最不想跟我分开了。但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乖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喂，再哭鼻子，人家都看到了。那大学生了都还哭鼻子，那以后怎么跟你相处啊？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叫不相处啊？你不相处，你怎么过大学生活啊？傻瓜，好了啦，好不哭了不哭了。哎呦，怎么还抽泣起来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呦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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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拍拍拍拍拍拍。哎呦，辛苦，小丫头，哎。的，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啊，回，好。哎，哥哥呢会时常看你来的。那有时候没有办法的话，就打电话给我啊。有什么事情呢，也都告诉我，听到没有？好。你一定要记住啊！不管做任何事情，哥哥永远都是你后面的那靠山啊！外面就算有多大风雨，撑不住了，那就跟哥哥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帮你扛，好吗？傻瓜，好了。来吧，来敲敲，好了，可以出去了，进去吧，拿好行李。学长学姐来了啊，那我先走了，学校不允许我进去的。哎，以后记得吃的好一点啊，不要天天想减肥了。那我先走了。要想我哦，傻瓜，我肯定会想你啊！快走吧，啊，那行，我看到你进去，拜拜，快去吧，拜拜，哥哥在这里，快去吧，拜拜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